好啦，我哋講到去2026年屬蛇嘅朋友啊，喂，2026年咧對於你哋嚟講係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啊，點解咁講咧？你哋嘅地支咧係巳火，馬年咧係午火，兩個火撞埋一齊，唔係話會爆炸，但係形成咗一個比劫嘅過勢嘅。即係話周圍嘅競爭會帶咗好多人際關係變得非常複雜啊，好似成日有人同你爭嘢咁啊。不過又唔使嚇親，好彩有太陽呢粒超級吉星啊，照顧住你。太陽啊代表光明同埋力量啦，尤其會帶嚟男性貴人嘅幫助，無論係公司阿頭定係同事啊，都會好睇得起你啊，幫一幫你啊。但係都要提防幾粒麻煩星啊，劫煞天空，跟住就係晦氣，呢幾位麻煩友咧會成日令到你搞到你好易破財啊。咁會諗埋晒啲好唔實際嘅嘢啦，同埋自己會成日頂住條氣啊，所以今年嘅策略就係要穩打穩紮，發揮自己嘅強項，避開你嘅弱點，咁就可以平平安安度過啦。嗱，事業運程講咗啦，太陽照住有運行，但係要防小人。事業方面咧，太陽星座陣威水，尤其是男仔好容易得到男性上司嘅賞識啊，升職加人工啊，各樣那樣啊，咁好好嘅。如果你係做一啲行業嘅客仔，主要係男人嘅，即係你咪擺車啊，搞工程啊 ，IT 啊，今年應該成績幾好啊，即係啲男仔中意嗰啲咧，可能 PlayStation 你買 PlayStation 都好好嘅。咁太陽亦代表遠方啊，今年咧好適合向外發展。如果有得去外地出差、外派或者開拓一啲新嘅市場咧，可以試下，好大機會咧喺變動之中揾到新嘅機會。不過要記住啊，今年係比劫年啊，競爭多到不得了，身邊嘅同事笑騎騎就會放毒蛇，加上晦氣星搞鬼啊，講嘢容易得罪人啊，千祈唔好無心一句說話，令到人哋嬲咗你，做人低調啲，做好份內事，少理啲閒事。仲有啊，天空咧一星會令到你成日發白日夢啦，諗呢諗路啲計劃都唔實際嘅。係咪先？定目標嘅時候咧，所以要腳踏實地啊，千祈唔好諗住一步登天啊！精財方面呢，今年啊，即係坦坦白白、老老實實、依書直說啊，就財嚟財去嘅。要睇實個荷包。好嘅方面呢，太陽星會帶你去呢個正財方面啊。咁你有份工嘅收入好穩定嘅。咁肯做嘢咧，都會有一個唔錯嘅調整薪金嘅機會啊！做生意嘅話咧，專心做好一啲男性嘅客戶嘅市場啊，或者係拓展海外嘅市場啊，營業額都會幾靚仔嘅。不過講到偏財方面嗱，即係投資嗰啲嘢咧，就真係要收手，因為劫煞星好麻煩，專門令你咧因為其他人而破財嘅，例如俾人偷錢啊、黑錢啊、捲入咗啲詐騙啊，或者係朋友兄弟姊妹之間借錢啊，咁所以今年咧千祈唔好同人哋夾份投資啊，更加我幫人做擔保啊，如果唔係好嘢，total loss 啊，天空一粒星咧就會令你喺投資眼光變得唔好準嘅，所以你以為好掂嘅嘢咧，今年得靠講字嘅啫，有陣時可能真係會搞到你血本無歸啊！股票啊，長短炒都好啦，加密貨幣呢啲嘢高風險啊，今年咧要好謹慎，好謹慎，好謹慎啊！理財方面啊，守住嗰啲正財，慳啲使，儲定錢啊！同人咧最好唔好有咁多錢銀瓜葛，一定要清清楚楚，親兄弟都冇得講啊！咁感情運方面咧，女仔桃花旺啊，情侶但係又易嗌交，咁如果單身係蛇女，恭喜你啦太陽星帶俾你唔錯嘅桃花運啊，你有可能去做下嘢，去下旅行都會識到個好男仔嘅，咁你主動啲咁又多一啲機會咁樣啊，如果係單身嘅話就脫單啦，可以今年。至於單身嘅蛇仔啊，太陽星主要咧就係增強你嘅個人魅力啊，但係要成功咁樣去搵到一個人咧，同你穩定嘅發展咧都要記住啊，要自己努力啊，冇錯喺度等運到啊。至於有咗伴侶或者結咗婚嘅，今年嘅晦氣星sorry 係晦星啊，就會卡破壞嘅，將你可能伴侶之間有少少摩擦放大咗，雞毛蒜皮嘅時候走嚟呱呱嘈，好多時候都係一啲誤會溝通啊，要好緊要啊，千祈唔好因為一啲冇乜點溝通而產生一啲誤會啊，咁所以你一定要包容，要冷靜，唔好第一時間嗌交就指責對方啊，試下人哋各方面都度諗，諗得特別注意啊，男仔唔好將工作事嗰種話晒事啊嘅態度搬翻屋企啊，最緊要大家要互相體諒啊！健康方面啊，小心上火啊，注意安全啊！健康方面啊，今年兩個火撞埋一齊，火氣勁啊！中醫嘅理論嚟講火對應心臟、眼同埋血液循環嘅，所以要特別留意心血管嘅問題，例如高血壓啊、心悸啊等等啊。咁
情緒就唔好太容易激動啊，保持一個心境啊平和好緊要噶，係咪先？咁啊火就好易上火嘅，生痱之喉嚨痛、皮膚敏感，全部都係對住電腦、手機長咗啊，對眼都會特別攰、特別澀啊。咁啊，揾阿軒公啊，當手買支眼藥水啦，記住多啲休息。劫殺星我係聽到好大鑊喎，係咪啊？其實又唔係嘅，劫殺星咧影響財運啊，容易有少少意外嘅，同埋出街要打醒12分精神啊，揸車嗰啲啊，喂，記住千祈唔好周圍駕駛，同埋疲勞駕駛，咁啊做多啲運動，同埋要 keep 住個 body 啊，你同埋架車都要吓，做好多少少對個人啊，對交通嘅安全措施啊，記住啦吓。咁飲食方面啦，食個清淡咗啦，飲多啲水啊，食少啲煎炸嘢啊，記住要降火。嗱，咁總括而言，2026年對於屬蛇嘅你嚟講咧，係一個要憑實力穩步前邊去行嘅年份嚟嘅。打握好啦，呢個貴人，咁啊貴人運啊，因為你今年有貴人運噶，咁啊避開啲是非，咁啊照顧好自己身體，平穩度過，咁你就可以順利過關。咁啊挨埋少少苦日子，甜頭就會好多喺後邊跟住你嚟噶啦。OK 啦，喂，講一講啦，咁加密貨幣方面有乜嘢屬蛇啦？原來係我哋嘅 Dogecoin 99幣同埋 Trump 幣啊，呢兩隻幣咧喺上年2025咧真係好曳曳啊！今年啊，喂，今年都係一般般嘅啫噃吓，咁啊，如果你哋有揸住上述呢兩隻幣咧，都係要揸住佢嘅。你話至於溝唔溝貨啊？你有散紙有閒錢嘅可以諗下嘅，但係你話因為今年你係冇乜偏財運嘅，所以咧我建議你都係穩定啲，係啦，就算係都係少注意情，因為以一啲咁樣嘅細幣山寨幣咧，好容易坐艇坐成年噶。好啦，係咁多，下一個生肖我哋再見面。